後來，過來這位是國民黨桃園市議員詹江村，喺面冊來鋪文，講伊有中國的身份證。伊閣甲內政部長劉世芳、甲調查局、甲移民署來嗆聲，講攏無伊的法度，結果引發到爭議咯。詹江村今仔日閣出面來駁回，講伊所講的中國是指中華民國。民進黨的議員炮轟詹江村是轉移焦點，甲冷飯閣提出來溜。中華民國就是中國的代表。那說我是中國人，我有中國身份證，哪裡有錯？國民黨桃園市議員詹江村面對鏡頭，閣一擺駁回，原來是因為詹江村去年佇咧直播，講家己有中國的身份證，今年閣叫網友佇咧留言的所在討論身份證的話題，引起爭議。詹江村佇咧這個月初日，佇咧面冊拋出網友留言的列圖，回嗆講家己確實有中國身份證，閣佇咧鋪文內底講，內政部長劉世芳調查局和移民署攏無依法。時間人7點外鐘，詹江村共款真生氣，閣一擺鋪文講，伊敢若承認中華民國憲法，兩化當屬中華民國，閣講家己是中國人。今仔日閣一擺鋪文回擊，講這些人無甲中國做生理，無摕過台商政治獻金，嘛無同意統一，講伊是正港的中國人。這是伊當年的理念，毋捌改變過想法。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偽政府，這個還需要強調嗎？全世界民主國家沒有任何一個承認中華民國，但我們不能不承認自己。強調家己有中國身份證，就是中華民國身份證。我立言議員大力嘅講，詹江村閣佇咧留古早代誌。詹江村議員就只是在鬼扯。他就是玩弄文字遊戲來吸引他的同溫層高潮。詹議員自創一個可笑的說法，想拉同溫層取暖，實際上根本難登大雅之堂。詹江村為了洗白他在武陵高中惹出的風波，為了轉移焦點，又開始冷飯熱炒，真的沒有人會關心你是持有哪一國的身份證。假使依照國籍法有外國國籍，未當擔任中華民國公職。另外依照台灣現行法規，詹江村成為民意代表，若是佇咧中國設籍持有中國身份證，依法可能失去台灣護照和身份，同時失去公職的資格，當選的資格賣面對撤銷，或者是解除職務。雖然詹江村隨佇咧講的中國是中華民國，不過相關言論趕快引發討論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